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。今天是2025年4月27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轾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啊。今天啊，好像是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啊，今天上的好像是星期一的班，但今天实际上又是周日，胡适啊又没开张，这种叫什么五一休假倒休吧？有网友说啊，这叫女娲补天式休假，从这儿挖了一天，补到五一那天去，所以大家有一种错觉啊，今天虽然认真在上班啊，而且上的是周一的班。但实际上它是周日，胡适也没开门。既然不是交易日啊，这胡适没什么消息。但是啊，这两天胡适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向。什么动向呢？就是诞生了一位新的股神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啊，就媒体啊热搜啊狂在宣传一个四川男子啊说炒股11年赚6000万。这个什么海派新闻，什么红星资本局，还有什么九派新闻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，也真是邪门啊！不知道刮的是什么邪风啊！我也关注了一下啊，这两天的热搜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一个就是京东啊大战美团啊，京东外卖没完没了，天天上热搜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炒股11年赚6000万，把咱们的教父超市啊都不知道寄哪儿去了。这从侧面也说明啊，这个流量越来越贵啊，上热搜越来越难呐，对吧？你要上热搜花的钱越来越多。这个炒股11年赚6000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一个新的股神，对吧？已经诞生了啊，一个股市新星啊，冉冉升起。说近日啊，四川一男子因炒股11年间赚了6000多万，登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据当事人股市铁头哥称，我这有点印象啊，这个铁头哥不是那个在靖国神社的那柱子上撒尿的那个吗？这儿又来一个自称铁头哥的啊，说自己最开始是做电商起家，从2013年开始接触股票投资，初始本金仅150万元，后来学了2年炒股，本金慢慢增加，最后加仓到1500万元，就跟低保老人一样的啊，他是不停的往里加仓，加到了1500万，这是他本金啊，目前账户已经达到8300多万元，而他的经验就是长期持有一只股票。这个九派新闻说啊，铁头哥表示，炒股的11年间，他曾经历过一天亏损1132万元，年亏3000多万元时候，他认为炒股还是要有一个大心脏，所以不建议普通股民盲目跟风。铁头哥介绍，他选择的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然后小心翼翼看好这个鸡蛋。他强调，不建议普通人模仿他的经历，炒股不是普通人能力圈中间的事情，70%的人都会亏钱，20%的人会打平，只有10%的人挣钱，像我这种挣的比较多的更是凤毛麟角。记者注意到，许多网友把铁头哥这一经历称作幸存者偏差，还有网友对其投资策略产生怀疑，长期持有一只股票的策略不安全，俗话说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我看有记者啊对他进行了采访，他跟记者之间啊还有一问一答，有人把他整理出来了，大家看视频啊。近日，四川泸州一男子铁头哥炒股11年间赚了6000多万，登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据当事人股市铁头哥社交平台名称以下简称铁头哥，称自己最开始是做电商起家，从2013年开始接触股票投资，初始本金仅150万元，后来学了2年炒股，本金慢慢增加，最后加仓到1500万元，目前账户已经达到8300多万元，而他的经验就是长期持有一只股票。据海报新闻，铁头哥表示，炒股的11年间，他曾经历过一天亏损1132万元，年亏3000多万元的时候，他认为炒股还是要有一个大心脏，所以不建议普通股民盲目跟风。记者注意到，许多网友把铁头哥这一经历称作幸存者偏差，还有网友对其投资策略产生怀疑，长期持有一只股票的策略不安全，俗话说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4月25日，铁头哥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表示，不否认自己有幸存者偏差的因素，但他也坚信风口永远不能只挑选同一个人。我是个普通人，但是我具备不普通的一些特质，比如我是一个克制的人，我的消费是永远不会超出现金流，我也是个保持学习的人，充满好奇心，又是比较理性的人。我选择的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，然后小心的看好这个鸡蛋。他强调，不建议普通人模仿他的经历，炒股不是普通人能力圈中间的事情，70%的人都会亏钱，20%的人会打平，只有10%的人挣钱。像我这种挣得比较多的更是凤毛麟角。对话铁头哥：1
曾连续3年亏损，今年最高日亏达1132万元。记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票的？是出于什么契机开始接触股票投资的？铁头哥，我是从2008年开始对股市产生了兴趣，在那之前我一直对股市是抗拒的，我觉得那东西就是骗人的。但是当时股市的行情并不理想，我还是持观望状态。大概到了2013年，我开始查阅大量的历史数据，深入研究投资领域的成功人士，并且确定了价值投资理念。大概经过了2年的学习和准备，我才存入了150万元。后面我又慢慢加仓到1500万元。到2021年初，我的账户资产一度接近1亿元人民币，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峰。记者，11年时间将资产增长至6000多万元，期间有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或亏损？铁头哥，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。2021年我亏损了3000万元，2022年亏损了1000万元，2023年又亏损了400万元。当时在亏损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我注册的短视频账号取名铁头韭菜，后来又改成股市铁头哥，起这样的名字也是自嘲。我想表达，我头很铁，我看你能跌到什么时候。今年4月7日那一天，我又遭遇了一次较大的亏损，失了1132万元。记者，一天亏损超1000万元时，有想过及时止损吗？铁头哥，4月7日那天，其实我们是知道会亏损的，预计顶天亏损500万元，但没预计到会亏1000多万元。当时我老婆还问我，你股市里边这点钱是不是再有1个多星期就亏完了？我说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这是非理性的，是违反整个历史规律的。记者，对普通股民常说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你如何平衡分散投资与集中压注高确定性机会？铁头哥，敢于下重注才会有赢重注的时刻，我选择的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，然后小心的看好这个鸡蛋。同时我其实还有一部分资产在我公司、房产、保险等里面，这些配置能保证就算遇到最差的情况，它不会影响我的。所以股市投资必须要是闲钱投资，你才会风轻云淡。2. 炒股时从不看盘，始终坚持不加杠杆原则。记者，从150万加仓至1500万的过程中，如何判断加仓时机？是否遵循某种量化信号？你是如何设定止损点的？铁头哥，没有，我就是判断，而且我从来不看盘的。我觉得但凡看图看线的都是不懂价值投资的人，而且我也从没有给自己设置止损点。记者，面对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，你如何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投资心态？铁头哥，我始终认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在投资领域，有人选择在变化中寻找机会，而我更倾向于在不变的事物中寻找机会。而且我始终坚持不加杠杆原则。与那些通过加杠杆借钱炒股的人不同，他们原本只能买1股，却通过借债买了2股。如果我加了杠杆，可能早就出局了。注：在投资中，杠杆是指通过借款或融资来增加投资额度。记者，你在采访中提到炒股需要有大心脏，你如何定义大心脏？是否经历过因压力导致的失眠或健康问题？铁头哥，拥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杠杆，而是用自己闲置的资金进行投资。同时对金融市场和股市的波动我有充分了解，包括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事件。当股市中的各种波动在你眼中都显得平淡无奇时，你自然会保持良好的情绪，具备较强的承受能力。反之，如果你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，不知道历史上最惨烈的时刻是哪一天，不知晓互联网危机时的惨重，以及那些因极端情况而破产跳楼的案例，那么当你参与股市投资时，很显然会大吃一惊，有时甚至会措手不及，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也就难以强大起来。不过面对折损，人都是会难过的。2022年，当我折损达到 50%， 我也经历了大概3-4个月的抑郁期。尽管从理性上知道投资收益是长期的，但看到资产缩水时，那种失落感仍然难以避免。3. 对炒股持劝退状态，不建议普通人模仿。记者，近期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，也有很多人质疑你收益的真实性，你怎么看待这些声音？铁头哥实话说，我现在接受采访，内心是很诚惶诚恐，因为我很害怕会误导别人。在股市里面能够挣到钱的确实是凤毛麟角，像我这种应该是万里挑一，不建议模仿。记者，为什么不建议模仿？铁头哥，炒股需要智慧，你觉得智慧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出来的吗？炒股不是普通人能力圈中间的事情，70%的人都会亏钱，20%的人会打平，
只有10%的人挣钱，像我这种挣得比较多的更是凤毛麟角，所以我对炒股一直持劝退的。我家里边人，我老婆、父母亲戚朋友，我都不建议炒股。我觉得你没那个能力，就别赚你认知之外的钱，要不然你容易掉在坑里边。记者，所以你不把自己看作普通人。铁头哥，我是个普通人，但是我具备不普通的一些特质，比如我是一个克制的人，我的消费是永远不会超出现金流。我也是个保持学习的人，充满好奇心，又是比较理性的人。记者，你怎么看待财不露白，闷声发大财的说法？入驻短视频平台是否与这些说法相悖？铁头哥，我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找不到什么人可以交流的，我的朋友们都不了解这些，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就是在股市上可以这么干。我的很多做法在别人看来是比较偏激的，我很孤独，这是我出来直播做短视频的一个原因。我更愿意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布道者，通过短视频分享我的观点和经验，帮助他人，这就是我的自我实现。记者，未来更倾向于专注个人投资，还是转型私募导师角色？铁头哥，现在还没有想得那么透彻。如果说我火了的话，现在我的粉丝也没涨多少。我希望作为一个布道者的角色，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价值投资，了解投资的底层规律。记者，有网友称你的经历是幸存者偏差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？铁头哥，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是并不完全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多年，每次风口都能挑选同一个人吗？记者，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铁头哥，现在账号里边是8670万元，我目前的目标是挑战1个亿，不到1亿绝不理发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是什么感觉啊？就是为什么像这种降智啊、低级的这种骗术啊，为什么媒体会以这么正式的方式给他报道出来？他如果是个自媒体在宣传，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。他也有恐怕要搞流量，也想卖课，也想教人炒股，对吧？他是做电商的，但是这么多媒体去报道他，这个匪夷所思啊！这到底是想引导一个什么？想告诉大家什么？就现在可以炒股了吗？是要学习他吗？就是正规的媒体去报道他，我觉得令人费解啊，对吧？作为一个自媒体，他自我包装、自我宣传，他买热搜，他干啥的都可以理解。如果他犯法了，自有有关部门去查他，对吧？他违规了，这种浓浓的教父超市风啊，看着都学坏了。铁头哥啊，编造的这些故事啊，这些经历啊，实际上，如果你真的是炒股10几年，你恐怕一听就知道这个故事编的也不太圆，自相矛盾呢。首先，他第一个是做电商起家，2013年开始接触股票投资，投了150万，在里面实践了2年，本金慢慢增加，加上到1500万。所以这里面要解释一下，他这个巨额财富来自哪里？他还说了啊，他还有其他的产业、固定资产，还有其他的理财，对吧？现在账户是8000万还是6000万呢？账户有8000多万，他还有其他的资产，他在股市赚6000万，本金是1500万，那他在其他的资产那个钱，这几千万的钱从哪儿来的？这是第一个啊，他要解释，不能一句说我做电商起家就能带过去的。第二个，他既然是四川的，那四川方面是不是就应该去查一下他的税，看看是不是又是一个家头老实啊？你想啊，他如果他这个炒股本金1500万，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这个投资啊，他至少得有3000万或者5000万的这个收入啊，就是这个钱。你想他如果他能聚集5000万的资金，这个钱啊，他得交多少个人所得税，他得交多少企业所得税，他得交多少增值税？你要把这个故事编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现在应该是税务部门出动的时候，因为人家已经给了你线索，你这税务部门不能无动于衷啊，对吧？人家是实名在那宣传，那你应该查一下他的税有没有交齐，帮他一下。他也有可能啊，税啊算错了，或者是交的不够。第二个啊，他这个说来说去啊，最后他说了一个什么450万450港币那个股价啊，那这个铁头哥到底炒的是哪个股票啊？是沪市还是港股啊？不太理解啊，就是他这故事编的到底他是炒的港股还是沪市，没说清楚。他后来又说了个450港币，他要炒沪市的话，不应该有什么450港币啊？他也没有说他是几个账户在操作，他只说他集中买一只股票，他也可能5个账户、10个账户买一只股票。对，他这个没说。如果他说1个账户买一只股票，我告诉你啊，8000万，那他很有可能是在10大流通股股东里面。所以在我看来啊，他这个不叫幸存者偏差，他这纯粹就是在讲故事啊，自己搞一个 P 个图啊，这种东西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多啊。这微博上10几年前都是这种股神啊，天天 P 图，从10万实盘
10万，哎，怎么样？2年3年到1000万，这微博上到现在还有这种股神呢。刚才我已经说了啊，如果是自媒体自己自我宣传，想卖课，想带人炒股，这些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。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啊，那自有相关部门去处罚他。但是现在这些正经媒体啊参与宣传，这个值得警惕啊。这些媒体拿了什么好处吗？能拿多少钱呢？报道这样的新闻，证券还新浪证券还转发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，对吧？为了钱就可以颠倒黑白啊，就可以降智宣传，对吧？就可以明目张胆的为骗子呐喊，对吧？这个颠倒黑白啊，混淆视线，哎，这就是当前社会一个现状。为了钱，对吧？这个教父超市啊，可以天天上热搜。还有一个为了钱，这个美团跟京东啊，为了送外卖，一单几块钱，能打得不亦乐乎。为了钱，我也不知道好多人把这个刘强东也往神坛上送啊，这他到底在做什么？他是搞芯片，搞3纳米，他是搞 GPU， 把英伟达搞败了。你说你吹一吹那个 DeepSeek， 还有的吹，好歹能说得出去。你吹一个送外卖，就这么天天上热搜，这到底是什么一个价值观？就是想引导人们干什么？就为什么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一眼假的这些骗局，对这些降维打击啊，理论上应该是胜之不武的一些做法，咱们是推崇备至啊，只能说啊，这个社会病了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